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天是正月初六，我和姚百清老师呢，依然是在演播室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过年看大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百清。那么上岸呢，被大家看的是茶节，今朝啊，被大家送上月节在。不过今朝的月节呢，在上岸的龙虎都一样的，还算得上是月节舞台高头的经典节目，国之老戏。今天要放送的是浙江粤剧团演出的《胭脂》，就像姚老师刚才说的这样，这个《胭脂》呢也是浙粤的经典代表作。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首演的时候，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连周总理看完之后都称赞说，浙江又出了一个好戏，可以跟昆曲的15贯去媲美呢。而且这个戏呢，在浙江粤剧团男女合演的。我个人蛮喜欢男女合演这种乐节。与全女子乐节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尽管现在坚持男女合演各种乐节团呢不多，但是我总希望各种表演的形式呢，还是一直能够保持落去，多给新的观众朋友、新的戏迷有一种选择欣赏的角度。也正是着眼于传承和发展，浙江粤剧团这次重排《胭脂》的时候，是启用了清一色的新生代演员。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是名副其实的青春版粤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看看粤剧舞台高头各批男宝贝来演绎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代大戏。文化影视频道莲花剧场给全市人民拜年了！粤剧少班粉墨登场，名家新秀欢聚一堂。王牌曲艺莲花落，粤中小调莺歌戏，精彩戏曲电视剧为您带来丰盛的艺术大餐。恭祝您青春大吉，龙马精神，阖家欢乐，万事如意。3月春风到花发，纵天神家忙洒脱。第三幕左转右引起大，东一起西一起，把我当作我不
老伴早年归天去，为我留下个女叫我阿暖，取名叫燕子。眼睛一眨，前年16，去年17，今年已经18。他是我三女祝愿一子那个孙啊，进门多插一朵花，我要女儿撒不下，配得她自己比好不家。哎，今早我到东村去医院，马机关找阿暖医生。阿暖哎，阿暖哎，哟，阿暖啊，阿爹到东村去医院，侬把早饭挂出来。晓得嘞。阿爹起嘴。阿爹。哎。哦。阿爹。啊。早点回来。晓得在，晓得在。哈哈哈哈！我就是为母守孝，经营三餐。过母亲慷慨，母亲命我把一寻，本已恼了人民一变为臣，家子曾东内下意。怪我平素不曾门东南西北分不清，年年是有自古来，今是话。莫非是此处便是泪下意。有道是出门走天下，道路在嘴边。哦，那帮有一身家，我破面上街问来。请问，一边语，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请问姑娘，此处可是留下一路？真是。你家可是新别？不错。这就对了。不知别先生可在家中？我弟弟方才出门去了，不知公子如何归我？小生是得来请别先生前去自便。看他粉着彬彬，难道他家也养牛不成？
公子，你将是黄牛生病，还是水牛生病啊？姑娘是哪里话来？是我家姑母生病。姑母啊，我家姑母生病，这有什么好笑的？公子，我弟弟也不来的。你弟弟不是郎中吗？那上面托了一个事，公子请看。牛医变女，哎呀呀呀！是此说来，你弟弟是个牛医。正是。哎呀呀呀！啊，只怪小生鲁莽啊！告辞，告辞。哎，公子请坐。你要请的卞先生只在这边，跨过前面小木桥门前有两棵老杨。多谢，多谢姑娘。燕子。
二人郎才女貌真相配，曾来我愿意送终做大妹。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哎呀，燕子，燕子，我王曾来虽然是个年轻寡妇，不便前去设媒，但我表兄所见，与那我去生乃是同窗好友，我可以托他前去设媒的。翠，你真的不要啊？那我就不管了，我不管了。城来嫂嫂。所见身心美四句，功名利落过去，嬉笑怒骂皆本章，当啷也多自醉。曾到我万事不公的黄书生，我一次生不泪。错着了，曾来表妹来托妹，这倒是燕子起了相思愁，是这怪多情女子天下少。我这个月下老人，你策马管教他，留下相思结断愁。我东找西找找不到，原来他到这河边渡口来了。哎呀，求是爷的爷的，原来是苏杰兄。爷的，我找得你好苦啊！哎，爷的，你到哪里去呀？今天是4月初1，是我姑母60大寿，我是前去拜寿的。拜寿，花样造句，先客相对，后吃老酒，这有什么意思啊？哎，爷的，爷的，有一招妖精的大喜事在等着你呢。哪来的什么大喜事？爷的，你瞒着我做的好事啊！关于前的去错对有一门，是怎么知道巧语以为巧佳人。你莫要瞒我都知道了。哈哈哈哈！那姑娘帮你叫燕子，你有一泪，她有情。我本想侧面做月老，只因扶上你妹来的一情。可是那燕子为你生气平呐，那姑娘今日事事多谨慎，
我与你情同虽作亲兄弟，相测骨，愿自己把美事成。什么两全之计呀？是约定你月上泪扫黄昏，来往天子私定终身。君子不为非礼之事，这是为断断不可，断断不可。你这个书呆子，老实与你讲吧，我表妹已经告诉燕子，今晚等你了。哎呀，快去怎么吧！死不得？哎呀，死不得呀！野地，野地，我把你好友一比，比我，比做什么？我何必小杨泪，潇洒有风泪，仔细快快，莫得。说吉兄，你又来戏弄我了，我恰不信有这等事来。野地为证，我说句并告不虚言。告野地，野地，野地慢走，野地。
稍稍错传讯，莫不是我身言我家讨平，莫不是飞云有心爱明月落花雨。学院见得多，从未见过这相思病。但为此相思病儿怎样生？待我悄悄进去，还个明白。就不管紧了。那燕子姑娘十四多金，竟把我当作我求生了。待我设法讨一个凭证来宽让我求生，心万事不行。我公子，请坐。高坐。这种凳子我倒是从来都没有坐过。我公子，你到此做甚？姑娘，自从那日相见之后，小生朝思暮想，茶饭无心。听说姑娘近来肉体不安，心中甚是不宁，得来团嘛，望望姑娘要保重了。我老。特美来迎娶，怎奈我谁知未满身穿发，还望姑娘身保重，好强与贼宽心配，只等完了无丧期，花花轿子也来。望望姑娘赠我新发一件，以表心怀。喏，那桌上的绣衣可好啊？
文化。吃着飘动爱风雷，花间绿芽人呀语，取个名字叫毛塔，烟花丛中成葵生。娘娘才是么懂点语，当铺开了正里头，正东开办棺材店，正西开个狮子楼，吃个鱼，摘个菜，住的房子最马累。可惜时运不来成，爹娘也是个在手菩萨，与我做对头。欠债欠得没头劲，个家事把头十孤军，剩下一盘杂蝴蝶，个关门个日家也在眼前头。常言说的个道理语，十度佛养个诈度，佛走毛大神就成少爷，个三教居里个忙于赌场里想唱精彩。雨堂堂个堂堂雨，雨堂堂堂堂雨，雨旁今生我困乡寡妇望春来，也是不便难下手。今日里所见过出城去，哎，真凑巧，隔壁个老太婆欠我200文语言钱，我就把她头上的人擦拔来地砸。哦哟，我还是一枚相看不悦的风对人差嘞。哎，我用人差定江城南，阿哥阿哥阿哥到手。外面挑门是谁？哎呀，我是索杰呀，是表兄。哎，嘿嘿，哎，多谢姐姐开门，毛大之乡有礼啦。你来做甚？我看姐姐个身冷冷清清，哎，得来陪伴你呀。还不允我快快出去？那何必假装正经呢？你对你表兄说件有情，也该对我毛大有意义呀。真是负累。
好姐姐，送你一件好宝贝。喏，好宝贝啊，嘿嘿。哎，好姐姐，好宝贝啊，好姐姐。哎，好姐姐，好宝贝啊，好姐姐。哎。你要生我？你杀呀？你倒是杀呀！你倒是当机马巧，姐姐当我么？自然是喜欢我喽。学得如数。什么好东西拿来我看？哎，好好好。喏，站得远一点。好。哎，远一点，老老实实，不许动。好。啊，我当什么好东西？原来是枚相看朋友的碰头人才。是啊。我，姐姐真人差。我，不要。哼！哈哈哈哈哈哈！今夜只是笑杀人，无心插柳柳成荫。谁知秀叶回家转。还不快走！啊，哎，是我呀！快滚！啊，哎，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果然是表兄。哈哈哈哈！你呀，哈哈哈哈！表兄，你笑什么？莫非我全身到燕子家去了？非，那我求神不相信我，不肯去。这便是我事好，叫人家燕子空等了，啥子真的结出聪明来。哎呀，表妹放心，那燕子的病啊，早就被我医好了。医好了？表兄我好有一比呀。比什么？好比桥浪中转子相思笔，试问用何药？哎呀，毛名。毛名？你是也去毛名？那燕子姑娘实是多情，往个场地来秀演一阵。表妹，你说有趣不有趣呀？你呀，真是没规没矩，竟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咋子叫我去生起了疑心？看你这样说得清楚。这倒没有想到。徐姨你秀姨你，嘿嘿，我把他叫桃花运在。秀叶拿在手，
向前走。冒充书生我求生，今年要把叶子偷。他们竟逼我翻墙头，天蝎美女语文到深。子在哪里？这边是厢房，想必燕子姑娘一定是在里面。燕子姑娘，燕子姑娘。燕子姑娘，小生我秋生得来拜访姑娘。哎呀，喏，秀叶在此，燕子姑娘，你是何人？啊！你臣抓贼呀！抓贼呀！抓贼呀！抓贼！抓贼呀！抓贼呀！弟弟，弟弟，丁大人的报已得到。丁大人的报已得到。兵大人，念诗一遍。兵大人，念诗
一变。将来念的边山附体俱全，乃是一道所伤，一道所伤。遍山水中，还念这虚叶一只，曾上他人观看。一只修叶，其中庭有见情。地宝，我来问你，这只修叶可是何人之物？小人不知，请大人问过遍山之女燕子。传燕子，传燕子。大人，燕子，你抬起头来。燕子，我来问你，你爹爹手中捏着一只绣叶，你看可是你的？虚叶。天哪！我再来问你，这只绣叶你曾送与何人？这都好个刁滑的女子，见了我大老爷，尽管闭口无言。来呀，张嘴！哎呀，大老爷息怒，大老爷息怒！燕子，你快说呀，你快讲呀！虚叶是送与我求生的。我求生！来呀，说那杀人凶犯我求生到案！大人，他也是个忠爱老实的虚贼呀！自亏，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带回衙门。表妹快来，表妹快来！表兄，这有何事？那我求生已经妥当成早了。这便师傅拒他一句。我本当出面做娘，想不到还等我身进牢房，秀叶生落苍大祸，我只得拜别表妹上公堂。表兄，表兄我正好有一别。哎呀，你万要避免。哎，表兄倒不是了解东厂，连你上书到东厂。东厂府，表妹高才。你快去呀！表妹告辞。臣乃苦相的，不论推错失到东厂来继承，将前生的积恩细查深。不料想张张千金皆可笑，迫在八成临身马尽，表称我生杀人恩案。判子还问理
却大成造功，难怪那秀才黎明高不平。乡下官少年不为宏图自称真理智，欲用心使劲出到东厂府，我听了早去赴本事情丁大人，辽人之愿张弘仪在外乡事儿，请他进来。是有请。聂兄，张聂兄，聂兄聚会了，聚会了。聂兄，请坐。谢坐。聂大人说的一贯人办，均已带到。聂兄其实领官辛苦。哪里，这种案子下官只身一趟，便已水落石出，与我辛苦啊！这身一趟，真是好他才。多蒙眼里，多蒙大人夸奖，区区小案，我做寡子啊！神明关键，正说区小案。是啊，真是一桩神明大案呐！聂兄端案之后，可知本性服也不服？下官以理推断，一清二楚，哪有不服之理呀？事实上来，聂兄真是一个晴天喽！晴天，奇怪，廖正元数日名秀才，李明常高到奔赴，一切快来！啊！一派胡言！大人，这你们要相信，呀！聂兄休要焦躁，依我看，将胭脂我秋生带到后堂，你我再细问一番，你看是否啊？何必再多此一举呢？童儿传胭脂我秋生后堂分话。是，传胭脂我秋生。大人，你还人苦人相生，自然相生嘛。因此，已将修业使我赠送于他，且从这将来。大婶，哎呀，胭脂姑娘，你母父才有不远，萍水相逢真千年，我不曾拿你绣花颜，你不可没差天亮复来年。哪不叫你说啊？胭脂，你说啊？那个公堂之上已经招供，今日竟怪闭口无言。聂兄休要惊吓于他，因此本佛为你做主，不为冤屈好人，修业后事你亲随交付于他，且从这将来。
了，尔等退下。慢！燕子，以方才言道，各场地故，可曾当面款请？不曾当面款请。不曾当面款请，各场地故。燕子，我在问你，宋爷这一何事？你弟弟被杀又这何事？都在4月初1那天晚上。哎呀，大圣！4月初1那晚，岳神前往姑母家中拜寿，就夜杂志3更，当夜只在姑母家中，正可分身前去4位，方大人细查。大人冤枉啊！哦，说起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待我求生下去。是。燕子，你与我求生相爱之事，尚有何生之想？贫妇旁生自讨。你小小女子，夫人穿着一些，岂管与人私为？难道你不想与你弟弟报仇与不成？大人，此事至于邻里王成兰自讨。王成兰，他是何等样人？他是个寡妇。大神，他乃是个好神呐！你且退下。是。张念兄，大人，此案迫在不测，还当重审才是啊！大人。此案审证不证俱在，今原人知府复判，一人贴案，何必在？本府旨意一定，念兄事迹轻便，告辞。不送。宽堂傲气凌人，自作聪明。大人，我屈生之意查清楚了。将来4月初1那天晚上，我屈生却在姑母家中拜寿，就沿着3更，当夜只在姑母家中，请门邻里接口作证。你的真假？请门邻里接口作证，这就是了。我求生当夜拜寿姑母家，岂能够分身4位去杀神？其中蹊跷非难料，定有冒名顶天神。焉知道此事必有陈兰晓，定是他泄露封进去红根，还童儿所立寡妇王成兰。是，且慢。当朝有空把手巾，红孩随我来。是。别老头，我躲在屋里看风头。我以为衙门抓取我求生个费用钱呀，费用钱，
不料想连名长子到府台，欲听说个新生之妇满那岁，我冒他接得屋里说不人啊说不人。啥？包大少爷，我欠你200文余盐钱，你也不该把我腿上的人差不去呀！啊，喏，200文铜钱还你。哎呀，嘿嘿。哎，干嘛人差还我呀？哎呀，人差我老太太过2天醒着了还侬，醒着了还侬。哎，包大少爷。哎呀，做啥？这人差可是我陪嫁时的老实人差，骂都骂不这个。你啥个了不起了？我毛大少爷，我会赔不起啊！啊，我还有钥匙嘞，钥匙。哎，毛大少爷，哎，毛大少爷，哎，毛大少爷，卖银子划分。小张一般出府门，为端起恩父子亲，春节这样不闹事，家住虎狼卖私分。来到城南家门前，胆察冒名英雄城。嘿嘿，我当了个圈子，个老太婆就信我负责在。王春兰家到了，不晓得有啥个动静哦。做啥？卖叶子。耶，你这个虎狼，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想必是个锅炉客商吧？真是。哦，哎，告诉你，这里指的是一个瓜务生家。哦，啊呀！哎，你要买胭脂花粉啊？喏，到前面桃花阳去买吧。好。此人为我3番2次在这瓜屋门前团队团闹，莫非与那王春兰有什么瓜葛不成？耶，请问尊姓大名？毛大少爷。毛大，你复原复古，分明是做啥？放在多门之巅，他来向你道谢。算了，快点追吧。好，啰里啰嗦。好。哎，叫你追开，你偏不听，奇怪。可侬为啥一定要在这瓜屋门口买胭脂？
我买胭脂花粉在这妇道人家院门口叫卖，乃是平常之事，有什么奇怪？我看你呀，倒是有些奇怪哟。我有啥个奇怪？你几次三番在这寡妇门前团来团闹，莫非你也快向这寡妇保证？不论我三千，我毛大少爷为快向各种崔寡妇啊！告诉你。这寡妇啊，老早有想好在想好，哎，这怕就是你吧？啊呀呀呀呀！实话告诉你吧，只因他伤风败俗，我看不顺眼，几次要来作奸。那寡妇啊，恨都恨死我嘞！我且不信，你不信？你不信？那我敲门进你看。啊，你看着。做什么？滚！我是不是啦？这虎狼来路不明，喜欢瞎七搭八，我不免借他之口，放点风声出去。方才听你言道，这寡妇有个相好，他是谁呀？名叫索坚。索坚？哎，他是何等样式？喏。本是一个烂秀才，与那寡妇是表兄妹，他因为不正，团酒杯没看见女人，个个爱。他乱作文章，骂官府，没与赌债，与寡债，随便撒个话事情，他统统个都为做出那个来。你可不要随便乱讲啊！耶，我骗你做啥了？你不相信吗？你去问沈家好了。啊，问沈家好了。看来毛大或是王成兰千金之身，必与此话有关。毛大说王成兰与他表兄所见私通，我沿路而来，也曾听说。莫非所见得了王所见去冒名？此人莫非就是所见？卖叶子，卖叶子，相公，这是上好的叶子，可要买吗？胭脂天生多少吧？哎，胭脂，令人红颜不老，真是天生烦恼呢。相公，还是买一下吧。不要！相公，这是名牌真货，并非冒名顶替。你这虎狼怎么这样的啰嗦？说不要就不要，快走吧！好。好奇怪的虎狼！啊！秀爷，表妹开门！表妹开门！这秀月被我收了，怎会在此？这明明是胭脂的血液，血液上的花样还是我教的。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小成员觐见。传见知府大人。罢了，本府今日重申胭脂言案，你切入一旁，仔细听了。是。传所见。所见上堂。唤见知府大人。下跪可是所见？正是，不知大人呼唤为了何事啊？快将胭脂言案从实讲来。原来问题是胭脂一案。禀大人，那我秋生一向忠诚老实，知礼随法，绝无杀人之事，实是冤枉的呀。所见，你既为我秋生鸣冤，本府且分你几句。大人请问4月初1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且仔细详查念想。这股可曾到过胭脂家中？他怎么会知道的？可曾冒名我秋生去了修业者？看他料事如神，想必是个清官。我是曾经，他定能分清冤枉。禀大人，4月初1那晚，岳生确认冒名我秋生去来修业一职。不过，既算是此，你玩耍什么花招？玩听我秋生名什么冤？快将杀人英雄之事从实找我上！怎么弄到我头上来了？哎呀，大人！岳生只有受到此书，一向奉公随法，就杀人之事啊！好一个受到私塾奉公随法的秀才，你的所作所为，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你本是黄门中才雷残渣，马文府所公为我无王法，银色里心慌慌，眼泪说话，一挂不安心痛，爱情风华。你冒名顶一片修业，二方并肩把人杀，公堂之上官调来，从这招来免走一平吧。大臣，所见虽算曾冒名，却是成人之美一片心。修业当一片失落，昨夜此间不话自信，此夜英雄必所见，其中领域冒名声，怀望大神心相杂，切不负真人真凶却好生。其谈话论，皆不是书当自理，因我本业好为本，朋友之妻不哭泣，因我冒名去挑衅，我杀杀修理失落，你有我真来与我平决啊！刘衙的泰山岛，你为我腾腾吐吐不作声，奸情却若难调来。真千嘴把这骗不清，大臣，你莫要不肯要渡不讲理，须知道却不才生，愿指望知府堂上愿明君啊，不了。
无力不分辨，尽管当当动荡的狂喜，调度不大，难招供左右。本是前程充当死神。所见早死不早，多谢大人施舍大办，若生我正好有一笔，必胜。所见刀公堂，百步落帅岗，欲去难分辨，冤我笑你广王府内本是远走败北，我笑你自命青天，却是无毒宦官。本府难道当错不成？有生以后复古生，神已见了本府了所自招，神你托大有生父才难招。本府按理分立，你敷衍可辩，本府依法当理，你尽管定偿。与王承恩私通是敌，冒名顶替是敌，骗取新野是你上的英雄当算是敌。本府亲身查访，亲耳所闻，查得真生的命，不怕你不少来呀！有，答应此儿是。天愿我曹才生，要尽王后惜父亲。郎是不同常意，两难命归队帐下上战身。怎愿我一日冒名闯大祸，黑了眼里黑自身。我实被问问当时在大堂上，你的他今生冤枉。倒不是成全求生造成呀，所见我生死何天啊！华公是华公，将所切当日事了，方成我求神。是，我求神上堂。接兄，一地鸟成龙，所见是龙鸟，
一鸟换一鸟，还好还好。拜见大人，起来。多谢大人，我求生。你富贵人却，本府为你申请愿望，事情万一进程，快快回家去吧。多谢大人。大人，不知凶手是谁？乃是所见。所见？哎呀，大人，所见乃是有神通常好于他，本府为你申请愿望，万不退下。是退他。张念兄，张念兄，本职在，此案立名，与何高见？本职自在，本职自在。你呀，你长不下家文争朝结神明，贼逼情。你将那一领官札当钱包，单凭那辉煌两影断情。真凶逍遥过法外，复古谁却怨难平。真宽所当臣父母，皇贼朝廷却平恩，休怪我不念求情，皇法不死乃寻情。报害，请大人多多报害。许个动言，委员听传去吧。请大人多多报害，请大人多多报害。文化影视。发日上，今生是用到东厂，可叹我一人有的数实在，本下头领千分方。
春天，美名鸳鸯千里香，似乎情在天下草，不愧我心里血叫一场。昨夜秦王多长，冤枉啊！何曾高负冤枉？禀大人，由于秀才拦路，喊冤。老夫身为有德，不理民外，休得理他，客逃。冤枉啊！冤枉！你这秀才虽有冤枉，到别处衙门去告吧。禀大人，若是并无冤枉，乃是我东厂好友写了状子，将我转正，约得老大人。专门送与我的，看看了也无妨。这倒奇了，想那无能的也是老夫的一门生，此爱是他所生，此上有碍他的官身，老夫倒要分上一分。你叫何名字？有事我求生。我求生。他因我范围所接几场，其中天于缘故，我求生谢老夫前往督场，多谢老大神。久别重逢喜开颜，恩师逃亡，这相逢换分赃，此情只需困倦。想必他一吻言之恩重情。官军后听雨到江再没言。有得大声道，他开中门成亲。哈哈哈！老恩师年轻。
我是姓曹，姓曹虽若死也白。年轻丑了，恩师，请强兵不压住，一同守不下。恩师，请。臣是圣旨，年轻下老不当初不过才对之言，你因我事事宽容，挂起便来了。恩师当然小会，若生生命幸福，没人对此反共死心，作为所欲。年轻不理了，是恩师，请。说是恩师地区因此也完全中，想必宽顾了。宽顾了，不知恩师以后高见。这个么，延期以老夫看来，此乃一张古今少有的奇案，要审清此案，确实不容易呀。恩师夸奖，恩师夸奖了。延期，言这一案，老夫已经看过，有几点情节写在案卷之上，延期是去看来。是。想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此案不明，尚有3人。所见初次冒名，请随一则桃园之路，2次再往为我部队别山之门，此你一言。所见功臣修业当夜失落，因此不落到第3人之水，此你2言。所见这英雄家伙与我求胜，因为有先为联名，再为我求胜名曰，言之3年共演却传响。哎呀！不知道眉眼包浆定不少，不料想当流交泪水飘，莫非此案判错了？哎，事情的错官分好，恩师婢女谁理解？这3年何日不到？恩师那所见做人心虚错门，何况月寒风雨高，修业失落浮萍真，整天黄土耍花招，连名去堂内交集，金銮特巧一在逃，恩师因我担心你呀，全言情，于是长须擦去好，嫔妃为师来做难，须知道有关生死命一条，自古生存与
明星，可有儿子、身份证、名片子、城市字、后名字，全眼睛再将此恩细瞧，以恩师之间，还当怎样推敲？以老夫之见，再将此案仔细复查，只有破绽，便当抽身。若生不管从理，此案已上报安岳衙门专责业务，批文即日降下，怎可轻率从此？再翻此案，你也有三正式清算从此吗？以若是看来，尚不足为力。门生前还是专更名为师兄爱恩，责怪他年少欺人越礼钱，我还当真真有他可你也亲呀，卷上的皮子切不安。我与你同瓦灭家心他是中法案到本府早已大块两三番，徒劳往返与何必？只怕是轻举放龙上笑谈。怎么为师陪你前往一走，难道连这点面子都没有了么？既然恩师定要前往，若是奉陪。你错了，不是你来陪我，而是我来陪你呀！是此恩师，请。点赛的王杰，恩师请。聂兄。他自断凶恶一大场，吓得我烈日茶外也不想，幸亏恩师不负亏，说不定还是我生得妥当，他骂我糊涂是糊涂。聂兄，请啊！与我许身在
弟兄四季清贫，何必多言？恩师，言子居住在这后院。老恩师若做太保在大宽，这真是无风作影空日忙。他年迈糊涂，我不怪，还是相劝恩师快随长。恩师，凶手就是从这里跳墙而进，跳墙而出的。老恩师既不所见，就因为不去且慢，言起你来看。此缘虽小，分内外，前后有门各自开，前缘墙好，后墙低，言起可成，分明不错，聂兄，你看是何啊？墙高墙低又当怎样？言起杀色凶罪是所见，经理不成，非你猜，以后你猜。所见二根即到此，并红三根与从来。所见初次来冒名，二元财门各自开。即使当夜有重返恰为不再收入，不再财门，不翻后院的墙，反挑那监狱好墙，不到燕子闺房，恰到边山房间。这是为何来？恩师高人，恩师高人，若是早就料到这杀人凶犯啊，凭谁所见？聂兄，这怕你也是失策了吧？难道是让我求生不成？顶多嘛，我错你也错，大家半斤八两。这绳子呢，红发发光。恩师，原来是一枚人才。人才，也岂此人才恐有是一你呀？老恩师。谁能追正是修业，这人才何作为的？言起修业虽是追正，但此人才落在凶手跳墙之处，难道不该追查？是啊，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便是凶手落下，一定是所奸之犯。言起因我如此武断。是啊。你也太武断了，我看绝不是所见之物，幸亏子王与何为证？
为民父母，必须自重，切不可以欺用之，自先教。因才是非罪证，难道不该追查？此案破绽时吃得多，复查重审一番，有何不该呀？对呀，此案破绽不彻，杀不重审，岂不是草菅人命？你老恩师，此案与上报五岳衙门专责应部，是方案重审，上司将垂下来，由谁承担？堂上是将垂下来，4与3同时承担。聂兄，莫要太师转，须知道怎样？生命不能当作儿戏玩。你气死我也！老恩师不择己见，将我难那种人言人语，将是非断，暖内虽有荒凉，也难免浮名路重新还。老恩师，我深深算有理前，今生奇案数不完，父老送来返名山，不为清明天下传。亲身查访得罪证，明察去好听此案，非比落落混用悲，幸亏此王为官。恩师你埋青丝丛，须挂药生要是日转。倘若真是药生从，怎么样？我情愿这下无杀过做官。门深侧眼太光侧眼不须身上怕到我老迈混用不知是今宵我来此心口论此话，我拿他堂上高挂生死天，虚情假意金丝帐，说什么终身生永不
恰牛来不知心底所起狂。我太我的人生怎么样？难尽羞愧心了。还愿意见他冤魂生还去也怕。我与你从此结交兄弟往回复，老本是且慢。皆是深夜胜利不欺身，都怪我出言不仁，凡是真。恩师从此决定去面对不言在今生。慢了只得江中恩师命。岂用我为尊父压在死城？别怕，想老夫小小的腿，管不了你多娼妇之事。我苦口婆心，话已说尽，愿不愿做个清官？有一事情，您才拿去。是。成为此
草草分，老恩师恰自称一理真。为我所借当初，不追所路，不走翠门，不翻后院的墙，反跳那些月高墙，不到燕子归旁，恰到第三行间，这是为何爱？叶兄，这怕你也是失策了吧？大人，有生却是冒命我秋生去来修营一阵。岂为冒命替我一射身？为民父母必须自从，切不可逆其有之，自先教。此番破绽不测，什么众生岂不是草芥神灵？我效你之命青天，却是无图混乱。哈哈哈哈哈哈！快马送来一部批文一件，一部批文。燕子要按写出琥珀，燕子方方为家，王长兰精进3年，兄虽说这接着帮夫隐藏此日去。子夫妇难得名字一改，才还家家，这问圣上天为圣妾。不批文塞明经，是非出征早得清。我内判案本无错，不为百姓所怜更何况图文一下按字帖，其用反驳都是臣。换童儿所弟兄们到他堂，不跟天两边同饮。怀子谁怀也提赞去大堂。你们凶死我！大不了一刀凤凰天，敲打很早不早，他进衙门里难听。本是凶手。升塔堂去披战，曾是谁知
叫我举步难移。那年金榜高中也是叹息人子欢颜生，我言他高官黑望自在水湖，真理明，恩师分言，身在须但愿我永生司徒之上多风险，凡事常须三思意。此言我深深那灵才至今常为茶分离，倘若此案真有错，怎能立即说是判斩的？我算是一分冤枉在长生在，面世常相骂声，有批本定而行，才反而还我生命，才比情面碰战，怕是怕，生落地，这水难水冲自成。当他是公子黎明，亲自加身，是谁子？是偏生。应生庄子曾须不与那张红成了同泪生，阻难有难，难什么？
人，两半衙役皆议事后，请大人升堂批斩。你说什么？请大人升堂批斩。大人，传言之，后他分化。是，传言之。言之，我等问你也是，这枚银钗可是你家之分？此银彩品非小女子之分，此话当真？小女子不管乱射。你且退下。是。童儿，传速见王成来，陪他分化。是，传见王成来。下跪可是所见？真是，杀人英雄之事，已从何而进，从何而成？那是公堂之上，大人不问过清楚，今日半夜三更，怎么又问起这过来了？讲，只算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也怕也不也。那么大人，你要我从何而进，从何而出呢？分明你从前院跳墙而进，跳墙而出。我把大人好有一比，比什？一字小小中，听秀有玲珑，所内这可不痛。他等大人想要暴跳四类，你想想，燕子家中我曾去过，清清楚楚所门所路。我只要进去英雄，难道不最后院柴门挨将，反挑那几员高将不成？是此可嘞，大人涉世无度，真是好笑啊，好笑！哈哈哈哈哈！要下去。王成来，你有什么愿望？大人，那只虚爷当一便失落在我家门口，转眼不见。你为表示所见寻爷爷，二生不曾离开，那一杀人之事绝非所见所为。大人伸冤呐！王成来，我且问你，你有几个姐夫？民妇与表兄所见，乃是青梅竹马，实在别无他人。我且不信。大人不信，可到街坊查问。虽然余生3番2次调戏于我，民妇也从未答应。是谁3番2次调戏于你？是毛大。毛大？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可曾到过你家？这……哦。民妇想起来了，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师曾来过。他来做甚？他拿着一枚银钗进来调戏于我，被我推出门外。毛大出门寻财，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钗？记得是一枚香开白鸟的凤头银钗。可是这样一枚，真是这枚。所见那夜，何时为转？毛大出门不久，书记便来敲门。哎呀！我知道秀一案，是天真有谁之明察揭开，冤一层。我说曾闻方云无不能对官灯从人。必将无伤，这
在冒塔。毛大上堂。哎呀，这心当队长，想到也逃不掉这。为我拜见大老爷。毛大，快将此事别生之事从实找我上。哎呀，大老爷冤枉了，大老爷！你看这是什么？秀爷，秀爷之中还有什么？宁差。此宁才是你英雄之志落在边山墙下之法，张成却这招式不招。这又不是小人的。传圣旨。圣正上堂。千古大圣。毛大，那天你拿此银彩前来调戏于我，你还不快走？毛大，这银彩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你还要拿？事到如今，招是不招？副招副招，叫我招什么呀？铁证是谁？喂！拉也拉不掉这小人，女儿，走，画工是画工。将毛大当成死牢，方才因之所见，我称来。是。多谢大圣。有对大圣到。王爷，打开中门，参见。为父阿爷，回当初自教一门背思绪，今话不认天外天，枉得乌纱出端外，得罪听春不怨言。近亲常规不亲，财富们钱自错能给。今生
言，眼前长子好礼，刘千里，从今儿常须名好礼见，自古教应多孩子。虚怀间，一笔钱。你草菅人命，不知悔改，老夫也要传你一份。难得你反复辛劳学其缘，不愧是凡民的好青天。所见大人上堂。拜见老大臣！来，快来拜见青天大臣！拜见青天大臣！